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晡日福喜樂樂嘅節目。你今晡日看天時嘅鄉親朋友帶到土壤啊、種力啦、品種啦、白地嘅鄉親朋友麼？因為今晡嘅主題啊，非常嘅有意思，對我來講咪係當大家收喎，起碼嘅咧，大家地毛哇，對土壤啊，有一個做得看到當多有意思嘅呢個釣魚嘅地方。唔單係土壤，規則台灣都係當豐富做得去看釣魚嘅呢個一個地方。啊，今晡咧，呢貼片或者講啲個主題非常嘅有意思哦。還有講到係講一啲拄到野生嘅動物，啊就係講釣魚一啲容易來救機，容易來幫助機，係咪都有意思？大家都先來分享一啲見面嘅。裏邊一開始來分享嘅係來自土壤市野生動物救傷收容中心嘅線上長鐵人分享。大家好，我是桃園市野生動物救傷中心的實習獸醫鄭捷雲。也歡迎捷雲哈。好。捷雲是巴德人，巴德音。是沒錯。雖然唔係客家人，不過身體有動到客家嘅朋友，什麼很多客家的朋友。對，沒錯。然後媽媽還去學客家話。對對對對。對，然後媽媽，所以現在媽媽會講，還會媽媽會講客家話。對，媽媽會講。好，是因為媽媽想說，在巴德動到客家人，很多客家人係講學校會就走得。有可以溝通的，沒錯沒錯，所以媽媽很感人呢。對對，我覺得她很厲害。是，那你這樣子耳濡目染，在這個東都哈港應該地方長大，所以會說什麼？大家大家好，這大概可能就這樣子，大概就吃飽沒？吃飽嗎？吃飽，吃飽嗎？有聽過嗎？對不對？過那你吃又是客家菜嗎？客家菜？客家小炒一定從小吃到大，真還假的？親下改哦。對，因為在桃園很多餐廳基本上可能就進去，大家必點就是客家小炒，是不是？沒錯，嘿唔嘿。好，我們講今晡日繞牆捷雲來到節目地圖，是因為都有意思哦，在桃園市野生動物野生動物收容中心是，對，所以。我們會覺得說，因為基係一個獸醫師，那他在收容中心裡面當獸醫師，我們一般來講，其實還是有非常多的朋友對這個地方是非常陌生的。它是一個怎麼樣的單位？在永應該單位，他做了什麼樣的事情？對不對？你這邊有特別幫我們準備資料，對不對？沒錯。你好好來跟我們介紹一下，你把我們當成一個小學生，我們要怎麼樣來認識永應人研習？到底嘛個係突然是讓人同為救傷收容中心。好。那其實桃園市野生動物救傷收容中心，那我們其實我們負責運作救傷收容中心的是桃園市野鳥學會，我們附設的野生動物診所。那我們在今年度很高興桃園市政府那願意幫忙我們，然後我們在大南森林公園。就借由以前舊的營區的建築物，市政府幫我們改建，然後我們成立了正式的救傷收容中心。那我們平常的工作內容其實就是但凡整個桃園市，我們從不止桃園中壢、八德、平鎮，那包含甚至到復興鄉。那如果你有發現任何野生動物，不管是鳥類、爬蟲類、哺乳類，它只要有任何你覺得它是有狀況的，通報給1999，甚至是直接聯絡我們的粉絲專頁，或者是打電話到我們診所，我們都會有專人幫你評估說，這隻鳥類或這隻哺類，它的狀況好不好，需不需要送到我們醫院來救治？那我們救治之後，我們大部分的時間我們會。第一步來，我們會先幫他做檢傷評估他是不是需要入院。那如果入院之後，需要入院的個體，我們會幫他評估說，他究竟是出了什麼問題？我們院內也有 X 光，然後有其他主治獸醫師會幫他評估。那如果是需要住院的個體，我們就會轉到類似像人的住院部一樣，我們有照養區，我們現在有3位非常專業的照養員，然後他們會負責去照顧他們的日常生活起居，觀察他們的狀況。那如果說他的最後面他的傷病，他可能因為骨折了，或者是有一些單純脫水太虛弱，他在住院期間恢復得非常好，我們會做最後一步叫做野放評估。我們會去評估說，這隻鳥類，或者是這隻爬蟲類，或者這隻烏龜，甚至是這隻白鼻心，它有沒有具備能夠回到野外繼續生存的能力？
如果都具備了，我們評估都合格了，經由照養員跟主治獸醫師評估合格了，我們就會再找到他的地方，我們會帶他回到他原本被通報的地方，讓他回家。沒錯。好，唐醫其實非常的重要。那我可不可以簡化來講？其實如果黑公，我現在走在路上，我就走，怎麼好像洞墉有一個，不管是哪一種野生動物，比如說某一隻鳥，比倫狗，我發現它好像有點生病了，所以這個地方對我來講，你剛剛說通報，打電話是。我們通常會打，也可以打1999，所以應該昨天打1999，然後是為幫助他移到比倫宮，你講給這個收容中心，沒錯，所以這邊就會有一系列對他的急救也好，照顧也好，評估給改清新，然後讓他康復。你們還會做評估狗還會覺得說，哦，他現在控制呢健康了，那我們就會把我在這裡發現他，所以應該找個亂給病到該片，然後他就可以回到他應該要回的家。沒錯。OK， 不過講到這片哦，大家是會知道哇，都種動長得有什麼？不過特別讓大家來講一件事情哦，嘛個事情，這個提鳳它不是收容中心。對不對？台大維母會說哦，所以我那邊你們就會養它，其實不是，它比較像是一個中繼站。沒錯。哦，對，我們基本上不會說讓，假設這隻動物我們評估過，它沒有辦法再回到野外，我們並不會說就把它長時間不斷的就一直養在這邊。哦，對，沒錯。好，那怎麼辦？我們這種時候，如果我們遇到假設我們在前面第一步他入院，我們主治獸醫師在幫他檢傷過後，發現他可能是，譬如說它是一隻鳥類，但是它很明顯的右邊或者是左邊的翅膀明顯的斷裂，已經沒有再癒合的可能。那對於一隻鳥來講，它喪失飛行的能力，基本上它要回到野外的基本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對，這種時候我們就會可能會考慮所謂的人道處理，就是安樂死。對，沒錯，這是一個比較難的議題。所以比如講，剛才講到黑公啊，很多如何看到，帶起來安用英是不是也可以？比如說你會發現被盜獵的，沒錯，這種也可以到你們那邊的，都得去懂該片。對，沒錯。那我們也會經常會有像是我們台灣有一種非常珍貴的保育類叫烏龜，叫做食蛇龜。那它其實是經常成為可能整個東亞盜獵的一個很重要的物種，因為它們非常漂亮，而且有在飼養爬蟲烏龜的這個玩家群體中是很熱門的物種。但是它又是我們珍稀的保育類，所以我們經常會遇到說，台灣的保棲總隊跟檢警他們查獲了。走私或者是盜獵食蛇龜的，那這些食蛇龜，他們可能暫時就變成證物了，還要等開庭完結束或者是宣判結束之後，這隻食蛇龜它才能夠解除證物，能夠回到野外。那在這段時間，那司法相關單位就會委託桃園市農業局，然後農業局再轉給我們，讓我們去做他們的長期照顧。所以我們現在院內其實有一些比較珍稀的保育類的烏龜，其實就是。還要需要住一段時間，他們並沒有任何病痛，單純就是他們的案件還在審理當中。對，哇，講費松介，哇，其實費松介有意思哈，我們講費松介重了，我們講講到下面的時間，還可以講到更簡單，就是說我好像遇到了一個這個怎麼辦？我可以打1999接，比如賭偷然啦，走在手頭底下賭收容給重信。是。可是我問一下哦，其實有時候我們救傷的時候也有很多注意事項，是，對不對？是不是今天那個節目也要幫我們準備5步驟？沒錯。什麼？你總不能你要很小心啊，因為要不然的話，可能在你救他的狗倉地圖，你反而讓他更受傷。沒錯。什麼？比如說第一點我們會先看，對，因為有的時候其實這隻動物，有的時候我們常常會看到有一些小鳥，那很可愛的，例如說斑鳩的幼鳥，它就是坐在地上。很多時候它並不是生病的，它有可能是因為這些鳥在長大的過程中，它會有一段時間要開始離巢，它可能就不會乖乖待在巢裡了，它會開始動它的翅膀，開始學習飛行、學習走路，它就會從它的巢裡掉下來，或者是走到那個巢之外的範圍，我們就會被民眾發現。那這個時候，我們如果觀察說，這可能是一隻學飛的幼鳥，它的精神狀況很不錯，然後也沒有任何的外傷，然後也是雄赳赳、直挺挺的站在那邊，精神也不錯，然後對環境也充滿警戒。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協助把它從你看到它的地方往附近的高處去放，就可以了。沒錯。
OK， 黑工，比如說你發現哦，原來他不是你剛才講的輕孔，是受傷的，對，我們就可以問，比如說打1999，黑工是打03該給填法，對，沒錯。我們如果第二步如果發現說他不是他有任何可能看起來虛弱，甚至是沒辦法倒地，或者是側倒，或是有外傷，這個時候我們在桃園市，我們就可以通報我們的1999，或者是撥打我們診所的專線，然後我們會有專人去幫您評估說他需不需要入院。那接下來第三件事情，其實就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步驟。這個時候，如果我們的專員或者是請跟你判斷說，他是需要入院的個體，這個時候該怎麼安置他，就是一個好問題了。如果說在天氣比較冷的時候，我們就可能需要，我們可以需要用一個紙箱，然後可能裡面可以鋪一些布，或者是說我們用簡單的報紙揉成球，都在裡面，然後用紙箱去裝着，然後甚至是如果天氣非常冷，害怕小鳥失溫的話，也可以貼暖暖包在裡面。沒錯。那第四步驟，那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消毒。對，我們剛剛提到的，我們裝箱的時候，我們要特別記得幾件事情。第一個是我們會最想要的是希望民眾使用紙箱，我們不希望是說用鐵籠或者是一般的鳥籠，因為其實一般的鐵籠或者是金屬太硬的材質，其實野鳥會緊張掙扎的時候，它拍翅膀有可能會借由這個金屬的摩擦，對，反而更多的傷害。那第5點就是我們會等待第5點送，就是希望說，看能不能接下來，我們會最希望的是，如果民眾不嫌我們的位置太遠，民眾的時間也方便，民众可以親自幫我們送到診所。因為我們救傷的志工人力其實非常有限。那如果說民眾真的沒辦法的話，請務必要在原地等待我們的志工跟你到達。對，不要丟包。對，因為有的時候我們很怕，通報了，我們的志工到達現場了，發現我找不到那隻鳥，通報人也不見了。錯，哇，大家有發現嗎？我覺得跟這個捷運大嘴谷一共有2天時間的模組是有光的，又就種也是有除了有愛還有光，是代表講你袂感受到，記得聊到讓這同胞嘅感情係非常嘅親密，嘅連接非常嘅親，講到好像是家裡的這個親人咁容易嘛。你是第講哇，其實對你嘅社會地圖，你大家應對。大天生命嘅尊重都會平等的，大家都會共融嘅哈。不過講到兩邊，大家有發現嗎？哇，其實對你嘅社會地圖做嘅事情係非常嘅多，啊，你有生意嘅事情嘅觀察嘅事情係非常嘅多，還有埋精彩嘅故事，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再嚟講。好，呢條同節目來聊一個新嘅來賓係馬莎拉活動不得了係突然是讓鳥學會嘅解說人蔡秀靜先生歡迎。大家好，我係桃園市野鳥學會嘅解說員我係蔡秀靜。歡迎，不得了呢！我們的蔡老師啊，佢唔係客家人嘅。我係好容易。係啊，唔過今晡日來到鴉片，你做對講客家話，你他也是從嗎？當然是。你聽得懂？因為就是桃園八德那邊住了清久嘅時間，從嗎？我係到中立。中立青島客家人，青島嘅客家人，係，我係好多誒，好多哈，所以真勁，我覺得很棒。捷雲笑的點是，我要再努力，不過捷雲有講嘅，有蠻多喺堂內事，媽媽會講啦。好，不過真的很開心，就得邀請到繞牆頭欣賞來到鴉片哈。你看哦，我們上一段節目其實有講到救傷救傷收容中心。都在做嘛嘅事情，都在做嘛嘅事情哈，大家要注意嘅事情哈嘛嘅。不過這一段我們有一點軟調，很可愛。我們要講的事情是講嘅事情係個，其實都突然桃園一個地方有青島嘅地方，就得看到很多的鳥，大家說這樣很了不起嗎？很了不起，意思就會講，黑公你是賞鳥的人，好，這裡是可以變成很多賞鳥的人會特別貼來到鴉片尋找
甚至打卡也好、記錄也好的一個地方，錯嗎？錯，好，沒了，講完了是不是？其他一個，對，其實我們桃園有很多這種珍貴的鳥類，錯嗎？哈，桃園哈，13個城市啊，鄉鎮啦，哈，個像個復興鄉啊，哈，個山地鄉，佢就有個較高海拔的鳥會來，也佢度冬的時節哈，佢會下降哈，就會到那個蔣公紀念的那個叫做慈湖那邊啊，就比較會看得到那些下降的那些高山的鳥啊，非常的可愛，非常的多，很珍貴，錯嗎？對哈，其實給不你黑個厚同蔡老師來大追顧，蔡老師的故事可能要錄3集都講不完哦，因為給不你一樓一個是服中去轉壓哦，這設備很齊全，帶了一本書哦，看起來像是寶典洶湧，大口的。我說老師你都知道嗎？說哎看久就會了，看久就會耶。你看到剛到桃園有青島賞鳥的地點，捷運也是，聽說你最近也遇到，剛剛好在診所上班的時間，看到有一群英國人營貴，你說哎，竟然是來賞鳥的，對，沒錯，他們當時整團快10個英國人，然後他們剛好我在上班的時候，他們就來問說，這個是什麼樣的場域？然後我就剛好我知道他們來找。伯勞來找一款，來找中背伯勞。那我剛好知道我們大南森林公園裡面就有，我就帶他們晃了一圈，順便幫他們導覽了一下。是，對，結果有看到嗎？有，他們很高興，他們找到的時候很開心。他們找到鳥很開心，他們找到你應該也更開心吧？因為是你把他們帶到那裡看到給。伯勞鳥嘛，錯嗎？所以欣賞你的野鳥學會，我們說解說員，這聽起來就是一個很難又輕轉樣的故事。當然有很多的故事，所以老師嚴格講起來，或者是具體的工作，就是你會帶着大家去賞鳥，然後看到鳥，你會好好的說故事，黑嗎？我們桃園的賞鳥點太多了啊，那所以解說員也非常的多，幾乎每個解說員都有他自己熟悉的那一個鳥線，這條線這樣子。那其實哈，桃園因為埤塘很多，那在埤塘周圍的鳥也很多，所以我們也做過這種埤塘類的調查，也帶過很多就是喜歡鳥的人去各個不同的路線去賞鳥，就像我們中壢有一個青塘園。有蘇花公園，在那個高鐵站附近，黑嗎？新講，那邊呢就有很多的鳥可以欣賞。哇，有一次我們在那邊辦，是陳俊敏老師帶的，他也是一個非常棒的解說員。他不但會講鳥的形狀，講它的習性，還會在沙地上畫給大家看，真的太棒了。他就那一次就帶了大家找到20多種鳥。哇，OK。我本來想問說，那各位你們最喜歡的鳥是什麼？我覺得這太難了，而且太難了，因為真的每一個都有它的故事、它的習性，從嘛哈。不過說到這裡哈，共諾亞，2位是怎麼樣跟這個桃園市頭然喜讓鳥學會結緣的？對不對？對，民國86年的時候啊，我帶那個時候吳義洲教官，他是我們的理事長啊，帶他去我們玉山國家公園當解說員。結果回程的時候，他就介紹我桃園市野鳥學會83年成立了，希望我也來這邊當解說員那我們就這樣進入鳥會了。是，那捷運呢？我是重讀獸醫系的大一，還沒入學的那個大一，我就發現說，八德，因為我家自己就住八德，有一個野鳥學會附設的野生動物診所，就是我們在遷址之前就離我家很近，我就想說寄 email 詢問看看有沒有缺實習的義工，或者是能夠去幫忙。那當時像我們當時的主治醫師吳佳穎醫師，他現在也是台灣野生動物算是蠻權威的獸醫師，他就跟我當時他就帶我進入這塊領域，然後從頭開始告訴我什麼樣的鳥要怎麼照顧，然後學習一些醫療處置這樣。OK， 好，剛剛問一個問題哦，為什麼走馬改信上你會這麼喜歡鳥？你為什麼會這麼愛它們？其實哈，人真的很多限制啊，去哪裡啊，要騎車啊，坐車啊，坐飛機啊，鳥呢自己用翅膀就飛去了，我會很喜歡它們，非常的自由，而且它們呢
還非常的忍辱負重，他們可以從這裡呢飛過重洋，飛過幾千公里，然後到了它的那個渡冬點，或者是到它的那個夏候點，所以我覺得他們非常讓我佩服。就會喜歡哦，欣賞跟你走安有個條路，也係講你的人生多2年認識這麼多的鳥，這樣已經幾多年嘞？86年到現在呢，算是30，差不多30年了。所以86年開始到現在，所以這剛結尾說哦，這30幾年你就是跟這些鳥為伍，做這樣工哦，做的，哇，你這是老師的故事，我覺得老師是講得很簡化啦哈，因為共工跟時間堂欣賞共，你就會知道哇，他跟那個鳥類的感情，因為他從他身上其實也學習到青島的東西。從某，那你呢？我自己是，我會覺得有一部分包含像老師剛剛提到，其實有一些候鳥，我自己在也是野鳥學會之前可能有接過一些可能極北柳鶯，或者是一些。我去查，我可能第一次遇到這個鳥，去查，它的原產地其實是可能在西伯利亞。我就想到，西伯利亞看着它，對不对？我看着一只這麼小的鳥，對，它竟然可以從西伯利亞飛到台灣來，我那個生命力非常強韌。然後不同鳥的生存策略，其實有的時候都會讓我很吃驚。對。然後我就問，我那時候問過，哇，有一些鳥其實它就是一輩子活在這裡，不用遷徙。如果又一掉，它可能是幾千公里的飛行。你看這是多麼的不一樣的生命歷程，對不對？對。這些事情其實老師有沒有在他們身上，其實也是學到很多你自己的人生哲學，有沒有？跟是講哈，有一些鳥呢，他們在生命的旅程裡面很多天敵的，所以他們要生存下來，其實也非常不容易。有一次在水之局呢，有一隻紅嘴黑鵯的小孩就掉在樹下，我看呢，它是嘴巴有點歪，那可能就是因為他自己有這個嘴巴的故障，他覓食就會比別人差。那可能鳥媽媽、鳥爸爸也覺得他是不容易養活的孩子，所以就放棄他，讓他在地上的時候已經很多螞蟻來咬他了。那我想說，把它在螞蟻驅除後放在樹上，會不會鳥媽媽他們會接受它？沒有，他們不要它。大自然裡面其實也是有一點殘酷的。但是呢，能夠活到終老的呢，確實也是非常了不起的鳥。哇，你看哦，你們這老師信手拈來就有非常多、非常多還有故事該分享。我相信錦繡的訪問線上可能老師可以講3-4個小時，莫講掉個故事。開玩笑，30幾年呢，30幾年，你覺得他有多少個故事都在講？而且這只是一個小感人的故事，但事實上，如果今天我們是要講鳥類的知識，老師可能每一隻鳥這個分析有沒有？我們可能要上1學期的口場，有沒有？不過講到聊還有蠻個精彩的故事，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哪張來講？今天的故事還沒動就意思，上段節目線上有講到那個觀察的那個鳥的，對不對？然後就知道，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大自然，很自然、動自然的現象，然後也是一個很奇妙的地方，都奇妙的地方。說到這邊，其實捷雲也有救過彩玄。是，就是前陣子桃園市我們桃園市救傷中心成立之後，剛好來了來了一群我們基本上不會在台灣看到的迷鳥，叫做彩玄。哇！那當時很多鳥友都去大園區這個地方都在正向拍照。那其實他們在拍照的過程中，發現其中2隻就倒地了。那剛好我們的外勤人員也在那附近，所以就盡快把那2隻彩玄接回來。是。那但是那天其實當時我們的主治醫師廖英璇醫師跟我們都有休假，
我們是臨時晚上被扣回去，就第一次被扣回去。那其實很不幸的，其中一隻在入院前就已經往生了。那另外一隻，我們主治医師廖醫師，他在判斷之後，就當下先給了針對某一些藥物的解毒劑。那其實很快那隻彩璇精神又好起來了。那我們后續大概過2天之後，把它養好之後，我们就後續把它做野放的動作。那另外一隻比較不幸往生的彩璇，我們後續也是把它去做採樣，去看看說能不能找出他們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對，沒錯。所以現在還沒結果，現在還沒有結果。其實我們有初步的結果，但是真的比較詳細的結果，我們傾向是可能他們有接觸到比較他們平常不會接觸到的毒物，但我們去化驗是沒有驗出來，但是我們在顯微鏡下去看它的臟器的病變，其實都是比較急性的病變。好，那广度兩片，我們就等一下我們會有一點點時間，一定要來講一下，所以我們要怎麼樣來比如說面對野生動物都斗改事件，我們要怎麼樣救它啦，或者是我們應該要怎麼樣，有什麼樣的注意事項，我們不能做什麼事。广度兩片信上你這邊也是有啊，像夜鷺啦、鼬獾也是你曾經比較印象深刻，給送給更養寵哦。啊，在那個中壢的老街溪啊，它旁邊吶，我剛好碰到一隻夜鷺啊，它的嘴啊一直在流血啊。那我看到它的嘴一直在流血，我仔細一看，哦，原來它的下巴呢已經裂開了，所以它一直在流血。那我看到這種情形，如果不趕快把它送回去給醫生看的話，我看它大概命不久矣啊。那我趕快把它安置在紙箱裡面送回去。可是我看到那個吳佳穎醫師看到他的樣子呢，我在猜想他已經GG了，因為鳥類的血並不是很多，我感覺，所以他流那麼多血，可能就已經失血過多，就是來不及被醫生救了。哦，大家大概有發現嗎？古時堂伊樂是不是寫到信上，他真的很觀察路邊，就是夯到路吼，都觀察，這邊是不是有什麼會不自主的比較敏銳的去觀察哦。其實信上還有很多的經驗，不過我覺得應該挺愁要延伸講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注意什麼事情，例如我們都斗野生動物，我們不可以走嘛個事情。遇到野生動物的時候哈，一般最常碰到的是小鳥，它剛出生沒多久，然後可能掉在巢下，這種機會多。還有就是剛長毛要開始要學飛的時候，它也會掉下來。那這一般來講，它這個時候還沒有自己可以飛行的能力的時候，就是最值得我們去救它的。那如果是這樣的情形，我們觀察鳥巢就在上面，我們盡量把它放在高枝上，讓鳥可以回去被照顧到。OK， 好，了解進對調的部分，有沒有一般的野生動物？我們是不是有幾個我們真的要動主意該？是，假設說我們今天我們可能有時候像現在的市區，我們都有時候會觀察到白鼻心。就假設我們遇到的是哺乳類的野生動物。如果它並沒有傷病的狀況，或者是怎麼樣，我們盡量是跟它保持一點距離。OK， 因為我們最主要其實是我們人也是哺乳類，其實哺乳類之間的傳染病，包含老鼠或者是白鼻心、鼬獾，我們的傳染病之間比較能夠，它們動物會傳人的幾率，相對於鳥類或者疾病會傳人的幾率高一點。對，所以我們是希望說，跟野生動物，我們能夠欣賞，保持一定的距離，然後盡量不要去觸碰，也不要去私自飼養它們，因為它們是，你不要私自飼養，因為其剛來的好可愛哦，洞嘴一下我就把它逮到不好，我們就去養它了，總的。沒錯。哇，這個是一個洞蟲的慣良的建立，我們今天就是要這樣子讓觀眾朋友來搞。是。對，好，就差不多安喲。還有就如果說我們真的是遇到了野生動物，它出現在你們生活中，我們也不要主動的去攻擊它。比如說現在很多民眾遇到蛇，他們可能會主動的出擊，他們認為蛇是很有危險性、攻擊性的動物。但其實有的時候蛇看到我們其實是非常恐懼的。我們就是保持距離，然後讓它順順的離開，或者是它誤入賤物了，我們就可以通報來請人把它抓走就好。對，我們不要對野生動物抱有敵意，保持一定的距離，然後不要私自飼養它們。對，沒錯。
錯。好，了非常該從了。不過講到兩片改世界，比如說比如講一種師兄信上有很多這個你們有救難的的信仰嘛，信上剛才有講到夜路啦，對不對？採穴，所以你講到兩片的時間，我們沿着捷雲這邊講哎，其實也是不要徒手的去觸碰它，是因為是不是包含像我們剛剛提到的哺乳類，就會有很多人畜共通傳染病的機會。那當然，如果說假設今天遇到了野生動物，它有狀況，我們先安置了，也要切記千萬不要對它做任何的餵食餵水。因為我們曾經遇過一些很誇張的案例，例如說受傷的鳳頭蒼鷹，它被塞滿了雞柳條，就是我們全聯超市可能會賣的那種雞柳條，就是從它的食道塞到嘴巴口腔都是。它來的時候，它的呼吸道都已經被雞柳條阻塞，它已經是接近窒息休克了。那當然，对，就是這是一個珍貴的保育類，就可能因為民眾的過度愛心或者是錯誤的選擇，造成它喪命。黑貓，沒錯。欣賞有沒有特別要補充的？就是說，如果是碰到是完整好的，不需要去救助的，我們就盡量不要去接近它，要讓它有它的那個自己可以離開的時間。像一般的蛇類，我們大概都會讓它自行離開。那可是如果是碰到它已經受傷了，我們就要做第二步，就是我們要準備一個紙箱子，下面用報紙把它抓皺。這個捷運有特別強調對，要報紙抓皺以後呢，然後可以用一條毛巾把這個動物包着，放在紙箱裡面，包括不要失溫啊，不要安全感，不要用鐵籠啊，一口內會受傷啊。然後就用這個紙箱子把它送到獸醫那邊來就醫。那這樣子的話，它就會及時的受到救助，明白，比較有機會回到大自然。錯，講到這邊哈，節目嘅最後2分鐘，我們要到台家來講一下。其實也要謝謝台家來幫忙。什麼？你讓你今年讀，你讓你5年，其實我們這個救傷的這個成果，對，其實我們發現，其實最多的其實也是台家講的落巢的哦，而且這個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比例，不過。講到兩邊，我要同時來講一下。其實，在台灣窗殺的比例還是都不夠。是。而且可能牽一步還有那個鳥類誤入什麼粘鼠板。對，沒錯。粘鼠板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很多時候粘鼠板它在陽光下放在室外，它反光的光澤會讓一些鳥會誤認為它是一灘水，所以常常會有一整群綠繡眼或者是一整群白頭翁粘在同一塊板子上。因為他們就只是想要下去洗個澡玩水，就被黏住了。OK，沒錯。還有就是窗殺的問題啊，因為現在很多建築物喜歡用玻璃帷幕，那個都會影響到鳥判斷。因為他在那玻璃帷幕上看到反映的是藍天白雲啊，他以為是可以穿透的，結果一撞就是死掉了。而且他搞不好，摸提手機不也是還貼皮夾？我說哦，對，沒錯。地公那可能是一個非常不影響嘅同舟，對，所以可能基本你繞牆線上嗰度兩片，其實動到嘅內容冇少嘅，因為都喜歡問線上講哇，到大概台南生命共燃地圖有冇嘅釣鵝啊？推班有沒有什麼？我們推班又比如藍鵲是我們特別，對我們桃園鳥會的就是台灣藍鵲。你看我們這個是舊套也是台灣藍鵲。係啊，我線上基本大條動到我們講看釣一個設備，昨天講用摩啊、望遠鏡，所以我們時間嘅關係，太多的故事，我拜託好好的分享。希望下次下一擺，還得有機會昨天繞牆信上，然後繞牆捷運那度節目地圖，你說很好的認識其他鳥類的一些故事，昨天嗎？可以吼，好。師母欣賞也謝謝捷雲，好，希望你家鄉親朋友基本嘅生活動態，天天下來強下來做人堂咧。繞牆大家來到福喜來呢個民宿勤宅，還有天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老兩個影片勤宅分享出去本大家哦。